命令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114年3月12日南市警人字第114-015-8505号令核定。台南市警察局第5分局人事调动，有3名派出所所长新上任。隆重的报答典礼当中，基层里长、県民代表、议员拢出席祝贺。我相信，台南市的治安可以更好。那很多的涉案案件其实也比较少在我们北区。各位荣升所长的，我刚刚看到也有年轻的，那也有我们非常资深的，我们一起来为北区来守护。按这位来，好咱北区热都平安。开原派出所所长由洪世雄调任，北门派出所是陈东宏调任所长，实践派出所副所长吴春峰直接新任。新任所长拢是有好的表现才提拔。第5分局局长做出勉励。这个期许他们能够做好我们警察分内工作，然后对我们北区的居民这个安全维护以及治安的维持还有服务来提供，用总体地方的治安交通来打拼，持续为民服务，让台南北区优质的生活环境空间。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